你当心啊！今朝地浪滑，这弥漫分龙了，尾巴长骨跌头特子。地浪天前帮你风雨干搞，总算寻到只上去的路子。今天我2个老姐妹的眉毛交给你啦，她就是看上了我的眉毛才来的。对，平时自己画吗？不画，我不出去的呀。不房三角，在家绣花的。做私房点心，自己品尝，其乐无穷。好多人都喜欢金饭碗的那个眉毛，我不喜欢，我喜欢小戴的。雾里探花，朦朦胧胧。哎呦，醉得嘞，这是醉得嘞。瞅瞅，你面孔比你长。你看小戴姐给你们看得多仔细。不然我倒得来个，但是我难看子一光我的呀。年轻13，第二个龙还年轻21。那那眼角上有个波了，跟对三辰光，三浪拐下来，再拉下来点，太长噻，跟他差不多啊。不长，我上上脚上，真嗨，他都这样上不讲2.8降哟。后头这个人子哇，漂亮的不得了，秀色可餐，主要加到了工资了，来美一美，领个呀，领个呀，领个。你到这里不总归领个，你也不通的，这只有夸得啦呢。今天又刮风又下雨，到2年来打死的。是，来自每个弥漫钢铁龙丝衣，毛子1个礼拜不带个3米14一尺子粉底子，称子整整2分钟攻接触，我也只有460米，上光上带着。哎，你们好，我是498对吧？他9就跳不出来，我就是教一连串的数字，教不准。哎呀，因为我不办的是啥来本馆。我是做微商的，每天起码要算个几10遍，我不可能再带一个手机的，没有问题，不会来麻烦你们的。我来回一趟3个小时，刚才按的是160，他出来个60，所以你看我跟客户算。我明白你的问题。对的，我给你下一个别的计算器，你再试一下。哎，好。问题虽然解决着，但是4999毛个手机，自带功能竟然不还用，CME 一个牌子个么子，我经商精算复还在毛着。